对4月底开始，警方就无搁受理民众检举红线停车。这阵承德市科学园区附近的街仔，才出现真侪明明有停车架，煞民众甘愿停伫咧红线情形。明明头前就有停车位，有人偏偏把车停在红线顶悬。今年4月底，检举违规停车的新制上路，警方无搁再接民众检举红线停车。最近有民众发现，在科学园区附近，驾驶人违规把车停在红线的情形变较严重啊！大家都会去停红线，然后不停停车格啊。那是为什么？不要不缴停车费啊。就蛮多违停的，人一定会贪便宜啊，这很正常啊，就能规避停车费就规避啊，要不然就是看到我们来了然后就走了。警方表示，最近有注意到乌白停车的问题，未来会加强附近路段的巡逻，希望民众千万唔通随意违规。本分局将持续加强该路段巡逻、取缔违规，并宣导民众停车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。警方提醒民众，千万唔通想要省1点钟20块的停车钱，且违规停红线，若是由警方开罚单，是会罚款600至1200块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